大家好，我係 Lily 老師。小朋友嘅睡前習慣對佢嘅智力發展係非常之重要㗎。研究指出，喺3歲或者之前，小朋友如果佢建立咗良好嘅睡前習慣，咁樣喺7歲嘅時候就會表現出比較高嘅學習能力。培養小朋友睡前習慣可以有固定次序嘅活動，例如先刷牙、換睡衣，跟住飲少少奶，準備下自己瞓覺嘅地方等等。而小朋友最期待嘅就係聽睡前故事，所以合適嘅講故事方法同埋合適嘅故事對於小朋友嚟講都好重要㗎。睡前故事由專業嘅故事藝人主講，佢哋有甜美嘅聲音、親切嘅互動，仲有精湛嘅講故事技巧。佢哋會選擇合適嘅故事俾小朋友聽，唔單止可以幫助小朋友建立良好嘅睡前習慣，仲可以培養佢哋嘅閱讀興趣，而爸爸媽媽就可以安心有 me time啦。